Hello， 大家好，我係游標，今年18歲，我嘅興趣係扮鬼，專長係扮馬，咁就都喺戲行經過過超過30年嘅時間啦。咁依家做生意都做咗20年啦，希望可以同大家分享到一啲好嘅嘢。如果我好似吳孟達阿達哥70歲走咗，我仲有14年去發展，我就係水草莓嘅。點解得返14年啊？因為我如果好似佢咁70歲走咗冇噶啦，其實時間冇乜噶啦。咁我能夠再做到啲乜嘢成績各樣，我只係得返14年時間嘅。即係萬一我真係70歲走，所以時間唔係好多㗎咋。依家其實係冇乜時間俾你去諗。哇！我以前等我第日真係唔使為嗰2碗飯3餐一宿煩惱，而可以落公園捉下象棋、悠哉游哉嘅時候，咪慢慢諗咯。但你冇乜時間㗎啦，盡量趁依家勉強仲行得、講得、做到幾多得幾多。因為我哋都呢啲叫做揼石仔，一粒粒、一點一滴、一步一腳印去行出嚟。我哋嘅底一啲都唔厚。我哋唯有靠自己嘅熱誠、認真或者產品嘅 quality 去做，能唔能夠做到啲乜嘢成績？大家認唔認同？呢個就我控制唔到啦。但係我只能夠做好自己嘅嘢，